你们这些中国的飞狗，你们有本事嘛，打台湾去嘛！台湾人把你们搞得全世界丑陋的一个了。有本事打日本人去，日本人给200年以前给你们给了一个东亚病夫的一个名称，这个名称你们要好好的看看，这就是你们的名称，这是东亚病夫，你们是脑袋病、心理病。杀老百姓的病，你们把那个厉害的国家，你们都不害怕，别的地方打不了的人，打起我们维族人来，杀了我们维族人，你把我们关进了监狱，一个监狱国家，你们是个真正的恐怖分子，就是你们应该听清楚，我们最后的一个人，留下一个人还要跟你们战斗到底，我们一点都不怕你们。我们怕的，就是老天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也是一个人，你们自己想一想，日本人强奸了你们的妇女，你连屁都不敢放，你们怕的什么都做不了。你有本事开枪打我，开机又杀我，你买通别人也可以。我死的在你们的手上死的，我很光荣的。记住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的就是跟你们战斗。活一辈子我就跟你们战斗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是跟你们战斗，战斗到底。其实我们没有惹过你，给你们最穷要饭的时候，我们帮助过你们，你们最后的报答就是这个。记住，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的子孙过了20年以后，你们把这些权利没有的时候，这习近平还要整你们的，你们真正是东亚病夫。看看你们的历史。你们连历史都不知道，把你们脑子洗的都不像样子了。你们是跟机器人一样了，习近平的机器人。那毛泽东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胡锦涛也没有做过，江泽民也没有做过。这习近平这个狗娘养的，他可是做出了这种缺德事情。记住，不要忘掉。可是我们见到的困难，你们也会见到的。记住。在你们的身上也有，不光是我们，到时候你们也有这种事情的，就这样的。